你那嘛有的书一啥你啥不得，就上面挂边画画不是你，刚才嘛科学，你做你是提考qua，无啥白去挂边，韩国是提挂谁给你下落，这你做你是提考呢。有时你不挂边，一话是下头个挂，无啥的一话的就挂个大嘛挂边白你别白他呢，这你呢一话的学考提花无很难这么考啊咯，我嘛不都一时你不呢。为啥嘞？一话的学考我提花无很难子咯。我学考比那么我提考我呢，一话的里面就是在外面咋出来嘛都咋去，出来一话的提考嘞无很难那么别个，为啥嘞？一话的我觉个咯，一话出来花骨头个无很难嘛不多，韩国外面花骨头个月牙嘛，普学个外面草牙嘛就是这边，一话的为啥嘞？我觉个嘛考我咯。再啥是呢？一话挂边下数目数不得一家嘛考俺们俺咯，我嘛不多。是你做你自己考呢？为啥还来说不？无很难话嘛考，啥小啥可以话嘛考，啊可无很嘛去别，为啥嘞？你顾个嘛？为啥嘞？去多嘛？为啥嘞？我去干嘛考皮了？我别为啥别去挂边一年才给你下咯？莫挂头个提推挂阿里波达咯？为啥的就不是不呢？一路个爬提挂叫嘛狮子里边，武汉嘛叫没查了嘛俺们嘛是，这里一字呢，一旦无啥嘞，一时对就是呢，刚去边还你过往嘛那边，你无啥的就不是无啥还来是不得俺们，推你多年你只提考挂，爸爸无啥挂边啦嘛，你过嘛人情。学上嘛人情，可有妈妈考皮了，我别一数米挂边三个胡拉咯，一数米挂边妈咪他妈娘弄不个皮拉子，一数米挂边弄不个三万皮拉子别三个胡拉咯，一时的不娘学考题话一话的，花过这个无和哪子嘛他妈娘，无啥的一话的。学上嘛不多，一话花骨头他妈瓜，无和嘛去呗，咋话多话那么别个，无啥人气的项目别白巴拉那么别个那子嘛俺咯，提花伢有花骨头他妈啊可晒就是你无和是米一个的伢，哦，不是你无啥的项目那么瓜俺们嘛都咋起呀嘛叫了个嘛不多，出来学嘛个也那么别个，意思的不得学考提花无啥嘞。来一话的无很难子了，我嘛那边是你做你自己考呢，一话无很难嘛考啊咯，我嘛不懂，要无啥还能说不得俺们是你做你自己考过呢，无啥嘞，阿克嘛无很自那边，看去边还你过嘛，还你过啥嘛考皮了我边，无啥别去过边，你三个你下咯，我嘛不懂，你那嘛有的说一啥你咋不？过了嘛还你过弄阿克无很个哇，你嘛下个哇。是你做你自己考呢，弄不个为啥嘞？你不干嘛考皮了我？是你做你自己考呢，弄我和嘛去别弄的为啥嘞？啥说啥干嘛考俺没皮了我嘛不懂。你嘛他下为啥别去那个？很多嘞，为啥在就回来？为啥在就回说呢？是一路个爬铁瓜叫嘛狮子那边，没查嘛是娃娃边，看去边一句叫在试一片。阿天俺们暖嘛那边，阿天俺们一时段嘛那边，农事瓜无啥那个我就跟你说了，我嘛不多一花花爸爸无啥的就出来，一花花爸爸无啥困难瓜努力嘛，韩国对他妈的来出来边，你才跟你说了，阿们家米呢还你老一点了，无啥的嘛就不舒服，无啥的嘛是舒服的呢，无啥的白毛可点嘛还你俺了，我那俺们无啥的就不舒服。无啥你了的就说，无啥的我老的说的，无啥的学上嘛考皮了我，无啥的你姑个那么考皮了我，无啥的你在吃多嘛考皮了我呗，无啥的你个别一年三个胡了老把家说啊就是的，无啥个我这个字。